来看一个社会新闻，昨暝10点外，一个查某人为高铁台南站上车，讲要去高雄。伊甲列车长讲，伊身躯有炸爆的物，也就是炸弹。警方一个接到消息了后，随请伫左营站落车，这时伊弹出敢若有底这个炸弹的纸箱啊。警方经过8点外钟，才将人制服。事后发现讲，这是虚假一场，无影无迹。据查甫伫高铁月台风压掉咧，摔落来风带走。半暝10点外，消防员、刑事局警员伫高铁左营站出入。警车关到月台，发现有可能爆炸包裹伫上排月台。防暴小组照电讲，详细检查纸箱仔内底的物品，确定干那饮料、衫裤，该途警报提走相关的证物。25号暗时10点10分，就有查甫自高铁台南站坐一台开往高雄的列车，甲列车长讲，伊知物件可能会爆炸。那疑嫌犯也主动告知他身上有爆裂物。10点30分，列车一到高铁左营站，查甫一落车，看到警察，就等一个讲内底有可能爆炸纸箱啊，和警方对峙半点钟。警方表示，这位查甫精神状况无好，有轻度身心障碍的手册，领有轻度的障碍身心障碍手册。那目前的犯案动机还在查。该度一场危机，车站的人随后正常出入。会使探讨的是，当时查甫上车，列车长发现伊精神有状况，车内却无任何一个员警。在特定的时段，以我们的警力编排，能编排得出来为原则，我们会加强护车勤务。强化夜车、候车的勤务，高铁随车警力嘛要重新检讨，安尼才会使伫拄着状况的时候，乘客安全更加有保障。